修学道会当搁较提升而且呢，祝福各位法律长官，咱学校拄好知就讲要来找帮经理讲大会听讲有有只互我拄好从有只来甲咱大家恭喜甲咱拜。那么咱今日大家会使讲，拢是修道的一份子。不过呢，伫这个修道的历程，咱每一位同修，咱会知影讲，咱修道呢，这个工课是非常的殊胜。因为安怎讲殊胜呢？咱若毋是假使讲今仔日咱是为业业所种来这个因缘深厚，咱袂当讲今仔日拄好有这个机会，为了这个三座普渡，为了这个天命名师道宗降世，咱来得到这个胜利成法，会当呢来了却这个生死轮回。但是咱各位爱知影，因为看咧，咱这大家拢是劳动清洁。那么伫咱这个所在，咱大家应该爱知影讲，修学道毋通忘记咱初心，所以修学道不忘初心吼。